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嘅节目，我是钟怡晴阿群妹，今日係 live 直播哦，歡迎大家收看。想要問大家一個問題，大家講你動態客家，還有劇場，還有藝術，也三種元素，然後佢結合起來，我有樣辦嘅火花冇？大家有想到冇？其實啦，也按多年來啊，特別是客家文化基金會，主要期盼當多種無強用以客家為中心、以客家為主題、無強用嘅藝術嘅展現方式，唔管係劇場啊，也係唱歌嘅啊，也係音樂啊，無強用形式嘅展演，都有同大家來見面。你客家電視台咪有來播出，啲過年嘅時間，啲大家有看到冇？有當多出很優質的一些戲劇跟展演，同大家來分享。今日阿群妹啲福喜來，有愛同大家來分享一出由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還有我們莎士比亞的妹妹們劇團兩個一起合作的新的戲劇哦，叫做離開與重返。細細格格來分享今日的來賓是我們離開與重返的導演編導，歡迎燕玲老師。大家好，我是徐燕玲，我是燕玲。好，欢迎燕玲老师哦，我们是美丽的同乡。稍后来是我们的基金会展演事务组的组长唐组长，你好。大家好，我係湯善美，歡迎大家來看戲。好，因為吼，你特別是客家文化基金會啊，也按多年來真正合作的動作非常多不一樣的，不管是徵件還是委託創作，都有非常多很優質的戲劇。可以跟大家說一下，去年跟莎士比亞的妹妹們劇團已經合作過一個雲是什麼色？雲黑馬干神秘有了 Annie 福喜來同大家來宣傳。那這一次怎麼又會跟燕玲老師再來合作一次呢？新的不一樣的戲劇。其實我們一開始就是非常幸運，我們遇到燕玲是在工作坊的時候。那因為那時候，因為其實劇場界的客家人很好玩，他們通常不知道彼此是客家人，所以我們那時候也是聊了好幾次天之後，才赫然發現，燕玲是客家人。然後他就告訴我，其實他知道有一些客家人，然後想要集合在一起做一出戲。對。但是做什麼樣子的戲呢？這個我們都可以慢慢再聊，這樣子。所以我那時候是認為說，假如我們可以有這個機會，把劇場界這些隱形的客家人集合起來，一定會很有趣。對。所以我才會想要說，來請燕玲來量身打造一出戲。不管是為了他，或是為了他所知道的這些劇場的客家人，都是。對，那也很高興，就是燕玲她願意為我們做這件事情，真的很榮幸。故說要把咩強用是以當代客家這個主題來做發想。那我想請問燕玲老師，你對當代客家，因為其實他講抽象，他也很抽象；講輪廓，他的輪廓其實也很鮮明。但是我想聽聽看燕玲老師，你的想法是什麼？我覺得其實這個想要做客家的劇場的戲，對我來說是很早以前就萌生的一個念頭。大概是我們在念北藝大念大學的時候就開始在想，就有按哪想法？對，因為我們是戲劇系嘛，所以老師那時候像我們老師就會開一個。馬丁尼老師就會開一堂課叫社會劇場，那他就討論到說，我們就在社會裡面也是一個扮演着什麼樣的一個角色，你的文化給你什麼樣的養分，對，跟你會做什麼樣的行為，這樣的一個討論。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哦，其實我是原生於一個客家的孩子，那我可以做什麼樣的戲來表達客家？那時候就開始有一個這樣的想法，但是我苦思了很久，好多年我都沒有辦法知道說我要怎麼去做，因為想到的就是傳統的，蠻難的，傳統的山歌，或者是傳統的客語的一些習俗，這些都是會被常提起來的。可是我又覺得我好像不是屬於他們，可是我又覺得那我是屬於什麼？那時候有一個很好玩的玩笑，就是
那时候我们的老师就会说，哎呀，你是客家村的孩子，赶快带我们去客家村。然后我就想说，我住在中正路，那也是5楼的洋房，我要对老师失望了。对，他想象的是更传统。对，想象的可能我们住在凤逢底渡啊、三合院，每天都吃姜丝炒大肠，对，还要晒客家小炒，对，每天都在住楼配管同一个黑色铺菜桶。对。所以那时候之后，我就开始觉得说，不行，我应该要寻找的是一个客家内在的一个精神。我想它主要内在的精神的质地，比较像是我们文化要再次被提振起来的一个核心。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做。我也觉得，好像我的力量，个人的力量是比较有限的。还有时候可能自己在演出或者做别的事情就懒惰，也没有非常积极去做。太魔寒。对。那这次呢，就刚好就是客家文化主题公园这边就邀请了我们来做。那我想说好，那我就来姑且一试，所以我就赶快先找了剧场的客家人来当我的支持，这样子。我想说再怎么样，我应该可以从我们之间找到一些话题，这样子，所以就开始这样做起来。很特别，在剧场里面找到客家人，因为其实刚刚那个盛美组长也有提到说，你客家人离开没有离来到台北或者是其他地方工作啊，你可能就不会想讲，不会讲客，爱讲客，你出到 Nobel 可能就是讲法语，我们就是讲一般就是讲华语，大家这样子沟通。但是如果你发现了客家人，你会觉得我们是有连结的，对不对？会觉得很亲切。对，就觉得好像回到苗栗一样，就像阿 Q 梦也中了该东希佛地哈卡电视台中这，就是我觉得这里好亲切，就像苗栗一样。所以这一次离开与重返，这一次新的燕玲老师为客家打造的一个新的当代客家的一张戏剧，改个演出时间黑马个时间。我们这出戏的演出时间是在3月24号到26号。那就是可以请大家上两厅院的售票网站，目前票券正在热销中。真的，两厅院怂命去两厅院请哦，就都在请都要离开与重返的购票资讯。那其实这次离开与重返呢是委托创作，是基金会委托创作虾妹剧团来制作的。那其实除了这个委托创作以外，也是有征件的，跟去年转身系列一样，有非常多非常优质精致的表演，而且现在正在征件当中哦。对，我们其实征件从大概1月开始，就是开始收件，然后到3月24号截止。那主要这个还是希望提供给大家一个进入客家元素的机会，就是说，因为很多剧场导演他也许对客家有点好奇，因为这也是从去年跟嘉明导演合作的经验来，就是他可能对客家很好奇，但是他好像没有一个地方去实验这个东西。对，所以我们主要征件跟委创不同的地方是，征件是希望大家可以在一个就是一个可能补助或是其他的协助的状况下，我们提供任何的协助，让你有办法去用这个元素在里面。而且我们今年跟去年的征件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某 Q 用，马该手才某 Q 用。对，我们今年的征件是我们有2大类的部分。今年一个是当代表演类，然后另外一个是当代展演出版类。鼓手，单枪是我们可能想象中形式的展演，比如说唱歌啊、戏剧、舞蹈这一类的演出之外，出版类的，比如说我们的文书的出版嘛，这样子也是可以来递案子。都可以，出版类都算，因为我们在这2年的征件里面发现，其实我们有累积一些不错的作品，但是也许他在剧场表演完之后就没有了，然后我们就希望。不管是用书籍，就是他可能出版的是剧本，不管是用 CD， 因为音乐最后它可以就是出版成 CD， 或者是也许他是一个合唱团，他做了合唱曲，所以他就可以做成乐谱。这些对我们来说都算是出版类，而且它可以慢慢的累积，对，它可以累积起来。希望就是未来，希望还是长远来看，是希望可以帮客家的剧场，或是剧场里的客家，都慢慢堆叠起它以后留下一些。对，就是它可以再有一些基础，也许再有一些往前进的方法，这样子。真的，鼓手呀，他就会来请燕玲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跟基金会合作，他们提供了一些平台跟资源给你们，你们有获得哪一些协助？觉得哇，真是太好了，给你们一个非常大的动力，这样子。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像场地的部分，他们就除了他们很丰富的展馆之外呢，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音乐戏剧厅。然后我们长期都在他们的排练室排练，所以我们不用愁去跑东跑西，对，也不用愁说没有经费去排练，所以他们提供了我们排练室。当然，如果我们需要比较大的在正式的这个舞台上面做一些 trying 的时候，他们也都很支持我们，就是直接就开了剧场，让我们试那些地方。所以其实这是对一个做剧场的人来说，其实是最幸福的。有时候你会看到说场上有3组人马在一起在 try， 因为一组可能在做舞蹈的排练，然后我可能在那边跟设计在沟通，对，然后另外一边演员就在观众席也在看台上的事情，所以你知道那个家庭的感觉是。就是我们真的是剧场之子啊，在那个地方就觉得哦，好完美哦，好像一个家庭。那在国外有一些地方是因为他们的场馆不是政府机关单位，而是比方说他们就是私人的，对，所以你会看到更像一个家的感觉，在国外的一些剧场。可是在这个场地呢，反而它因为长期能够在场地上面资助我们，所以我们反而觉得说哇，它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那种感觉，这样。所以，然后另外一部分，比方说，另外有一个美影组长，他也很有才，对，就是他，因为我只会讲一些客家话，我不会把它写成汉字，那美影就提供了我们，就说哦，原来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对，他就把那些客语的念，然后把它写成汉字化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很珍贵，就是说，等于我的剧本也可以用那些。汉字把它记录起客语的那个发音，我觉得很棒。这样。嘿，鼓手啊，所有的展演的剧团、演出的单位，其他都同基金会共下来合作，就会有某用的用的哦。因为有了基金会的一些赞助啊，一些帮忙、一些协助。鼓手哦，各位观众朋友，假使你係有興趣來遞案子啊，我們的徵件日期到3月24號，希望大家多多來支持哦。鼓手，今天非常謝謝盛美組長來到節目當中，謝謝你哦，謝謝。希望大家。嘿，韓國3號嚟下一台 Annie 會有離開與重返的演員來同大家見面咯，先休息一下。要轉到富喜來嘅節目現場，我係鍾意傾阿權妹。今日嘅節目地度愛同大家來紹介係 Annie 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還有我們的沙妹劇團，共下來合作，在3月24號到3月26號，我來演出咧離開與重返。好，節目當中也下格格來分享 Annie 離開與重返的演員，歡迎佳琪分享。大家好，我是林佳琪，林佳琪。好。分享哦，雅哈，我们是3个苗栗人的天下哦，对不对？哎，你3场全部就喺苗栗人，对，佳琪也住在苗栗市嘛？哎，对，苗栗市，对，而且听说是我的学长，烟头也学长，对不对？鼓手，我们现在都是3个同乡，我们可以你知道当做自己的天下。好，鼓手聊这个离开与重返啊，这个名字也是取的，我觉得让人很想知道，所以做嘛该有很多要怎么样耶？然后你知道离开是离开一个地方，但是我又回来了，怎么该不按你安命？其实我从小都我一直在一种离开跟重返的一个过程。其实我最小的时候是住鹿港，哦，然后后来我住在苗栗，然后高中的时候去新竹念书，然后大学到台北，然后后来有机会去国外展演之类的。我就觉得说，哎，这个离开跟重返之间，就是一直的，好像一直在移动。那它本来就是一个旅行的过程。那其实说真的，要定这个名字的时候，是因为有一次去布农部落原住民的那个布农部落去，然后我们讨论了一下原住民有没有戏剧这件事情。后来发现说，他们的传统是舞蹈跟你知道，就是口述
唱歌这样。后来我就发现说，哦，这个题目真的挺好的，因为它打动了那个时候回到部落的一些人，然后他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见证。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也是山城的孩子，这样，所以我常常想说，我们离开一个地方，然后回到家里面以后，会带着什么样不一样的心情？会觉得什么地方失落了，什么地方有成长了，爸爸妈妈什么东西减少了，然后家里附近的周遭什么东西改变了，所以总是一次就是时间的或者是空间的移动或旅行，总是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觉。所以离开跟重返这个中间呢，就表示说，哦，我们正在观察，我们在衡量，我们在反省我们自己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那事实上，它的一个英文的剧名叫做 Reconsideration of Hakka，所以它比较包罗万象，多一点，对，不太一样的人物，不太一样的话题的种种的一个观点，反省的观点，检讨它。对。它虽然好像听起来很硬啦，但是它好多的面向。对，它比较就像我们生活化，就像描写我们现在的人一样。所以可能我们可能任何一类观众朋友都可以把自己的离开与重返，投入这部戏的离开与重返。哎呀，对，所以我们的佳琪，你在里面饰演一个叫做阿龙的角色，听说啊，年龄是40几岁的角色，哎，天哪，40几岁的角色，而且听说那个个性实在是小气、势利、讨厌鬼，是不是这样子？跟他差别很大。差别很大，还好你没有讲一样，跟他差别很大。因为剧本里面写阿龙这个角色就是所谓典型的客家男人啦，胆小，怕麻烦。哦，你这样讲，电视机前面的叔公阿宝要开始。这是剧本里写的啦，但是现实生活当然不是这样子啦。客家男人都很有担当，对不对？而且很温柔。这次说到这个阿龙这个角色，他跟我本人的确是第一个在年纪上面就差蛮多，然后。工作上面，阿龙他是一个电视剧的导演这样子，然后他自己也有经营一些生意啊，开茶行，在苗栗开民宿，那这些我都没有做。然后，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有趣的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扮演不一样的角色。那从排练的过程当中，跟导演讨论的过程当中，一次一次的排练，慢慢的去接近这个原本离你很远的角色。可是我觉得。最起码跟这个角色一开始觉得蛮亲近的，就是我们都是客家人，阿龙也是苗栗的客家人，对。那他有一些台词，其实有时候在我们客家人的心里面也会冒出来。譬如说，他会说，他一直想把苗栗发展起来啊，等等等等，在苗栗办一个戏剧节啊，觉得苗栗这个地方很适合圈块地就围起来，大家一起做个戏剧节、音乐季什么的，这样很有抱负，很有理想。但我平常。不是这样子的人啦，对啊，但是有时候也会想说，哎，这个从高中毕业以后就离开了苗栗，然后在台北念书，然后一直到现在，就已经算是扎根住在台北了，已经在台北的日子已经快要超越在以前在苗栗这个故乡的日子，所以也常常在想说，是不是有一天，OK， 可能50岁、40岁、60岁的时候会再次重返回苗栗。也会在思考这个问题啊，那我要带着什么回去？那回去之后又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也会常常从阿龙这个角色，或是第一次接触了这个客家的剧本，跟这个客家的剧组一起的时候，真的会回头开始思考好多过去这10几年来在苗栗的点点滴滴，还有我会从我们这个剧组的所有的苗栗人、客家人身上看到了。身为客家人或是苗栗人的那些影子在里面，蛮有趣的。藏在自己血液里，客家人的影子还在里面，对不对？好的跟不好的都都在，这没有办法，要就会立哈嘎你我们自己本来的本性嘛。我们不管去哪里，我们虽然离开了，但是回来，我们可能还是可以重返我们自己的本性，我们自己原本的样子。所以呢，我现在来看一下，我刚刚已经看了佳琪他跟大家聊天给我的感觉，你的谈吐。那我想要看看阿龙的谈吐，你可以讲一下阿龙，示范一下阿龙的台词吗？示范一下阿龙的台词，讲一下你看你这个年轻人来演一个40几岁的样子。现在没有服装特写，没关系，我们语气来大家批判一下。我想一下哈，他有一句
蛮有趣的台词，就是他说，他说这个戏哈也会报金钟这样子，好，要推销自己的戏，直接这样讲是不是？好。啊，算了，另外一个啦，他就是说，他想把苗栗发展起来嘛，然后呢，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我的 partner 就笑阿龙说，那你这样干脆去选什么科委会主委好了啦，选科委会主委更大好。然后我就说不要了，立委好了，好了，开玩笑了，算了，现阶段任务哈，先拿个金钟比较实在。大概是这种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很不容易的是，你看一个看起来有点腼腆、害羞、文青的男孩子。你说我吗？对啊，我看到你的感觉，虽然我知道我有看过你一些影片，唱歌的影片非常的嗨，但是我看你的本人，你给我的感觉，我觉得是比较文青的。但是你刚刚突然间就换一个表情，换了一个样貌。来告诉大家，一个有点势力、一个40几岁的男孩子，他是要呈现怎么样的样子？那燕玲老师，你觉得在指导他成为阿龙这一个角色，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你觉得哪一个地方他需要提点一下，才让他可以成为那样子的一个面貌？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排练都很开心，然后有时候就是我发现他都往喜剧那边去发展。他都会逗得我们大家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后来我回头一想不对，我说你真的不行这样子，因为我给他的剧情就是我们拍片的时候老是状况百出，又有别的剧组来，然后灯又不够，后面又有人晃来晃去，那到底是谁？这样子又一下子这个水又不够，那个又出问题，然后剧本又有问题。什么都，所以他是有点抓狂状态的，对，但是因为他很可爱，他都把他演得很好笑，所以我们都觉得说哈哈哈 ，and 这个 Messiah 都演啊。我说好像不行，你要稍微严肃一点，有时候你还是要有那个导演的专业出来。我有看到有一场戏是看到佳琪，就是阿龙这个导演跟琼轩姐，泰嘎迪琼轩姐嘛，你金钟女配角，你居然敢骂她，你居然敢跟她吵架，真的是很可怕。对，就是有一场戏啊，就是我扮演的角色阿龙这个导演，他就是跟琼轩她饰演的美娟，OK， 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冲突，这样。那相信可能大家可能多多少少有这样子的经验啦，或者什么，但我个人是没有啦，对。我大概可耳闻或者可以想象，对。那像那一场戏哈，燕玲就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我觉得就是我的个性可能就是比较不易与人起衝突，但我相信。我内心里面也是会有比较小爆发，对，有比较邪恶啊、坏的那一面，但是可能是因为家庭背景等等的关系，我会把这些东西隐藏起来。但是在阿龙这个角色，他就不行，他在这个片场他是导演，他的责任很重大，他没有时间去关照那么多的人，他没有时间去让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好相处的人，不行，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如果这件事情没做好，他就剉赛，还会开天窗等等的。那像那一场戏，阿龙导演他找到了一只山猪啊，要来拍，把这个剧本让它更丰富，好，更吸引人，提高这个收视率，他觉得很高兴。可是看到美娟怎么会怎么完全都不愿意，对，所以他们在这个冲突之下就吵起来了，对。然后那一场戏，我就会一开始可能就真的演的就是，因为我在场上身为林佳琪，看到琼轩这么辛苦这么可怜，我当下就心软了，你知道吗？不能心软。对，所以燕玲就告诉我，绝对不能心软。不是说我是一个真的那么坏的人、那么邪恶的人，可是，在那个状况底下，阿龙这个角色，那个导演，对，他的确，他的心软可能是放在很后面，他前面有好几层掩饰出来。更重要的事情，对，比如说美娟就说：“好，拜托导演，对不起。”他发完飙说：“对不起，导演，我们今天不拍了，好不好？今天状况不好。”那我还要顾面子，我说：“好啊，不拍了，都是你的错啊，今天就不拍了。”但其实我可能里面很深层是心软的。可表面上还是要搬出那个样子出来，对。故
鼓手啊，你看，这样刚刚就讲了，你看这么多有琼轩姐这个卡司，又还有燕玲导演这些卡司，还有各式各样各种的新秀，还有剧场非常厉害的人，都在这一部戏《离开与重返》出现了。其实还有动低度的故事，要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下，等下再个转来。大家又站到福喜來嘅節目現場，我係總藝傾阿權妹。今日節目第度要同大家來紹介這個蝦妹劇團跟 Andy 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會共同來合作推出的《離開與重返》第3月24號到3月26號，要同大家來見面了，分享大家雙面兩廳院的網站就有要買票的資訊哦。故事我剛剛 Andy 節目第度啊有講到，這是佳琪，你是飾演一個導演嘛？那這個導演跟我們現在燕玲導演的那個不一樣的哦，跟大家講一下某 Q 用哦，因為它是一個劇中劇的方式，對不對？所以演員在舞台上，他們也是演員。對。所以我們有了在上鏡頭還有下戲的這個差別，對，是大家的重要看頭。這個戲中戲主要是在描寫，就是它打得比較模糊，有一點像是228時期那一陣子的一個有一個青年，然後他去參加了這個共產黨的故事，其實就是台共的故事這樣。所以我們有一個背景是比較政治意味比較濃厚的，對。然後也有大概就是帶出幾場這樣的戲，但是呢，我們把它跟比方說李喬筆下的這個女性，或者是跟這個鍾理和他寫作的一個背景有一點相關，還有陳澄波，就是他的一些小小的遭遇，我們都把它揉在裡面，所以我們讓它有點模糊。那戲中戲的現場呢，拍片的現場，我們把它設定在那個白河電影文化城，台南的那個。對對對，所以很好玩的是說，就是有些事情是真的，有些事情又是虛構的，有點模糊的感覺。對對對，我們刻意的就是說，像園區，或者是作為一個像客家文化主題公園，它也是一個園區主題公園。所有的這種博物館、主題公園、小人國，它其實都是一個文化的表演。那包括就是說劇場也是，然後拍電影也是，藉由這種我們人在一個舞台上，它有多少層的表演來講離開與重返，所以特別講到戲中戲，就是角色跟演員中間的關係，然後演員跟自己的原生家庭或者是家鄉這樣的一個來來回回的一個滋味，它的總和就是我們這個戲要呈現的。所以我們在某一些角色裡面可以看到兩個不同面向的比較，對不對？一個是他在戲裡面的角色，一個是他下戲之後身為這個人的演出他自己的樣子。那可能這中間是有衝突的，對不對？有落差，或者說互相在模仿，或者是加深他的那個加深他個人的行為的印象。比方說瓊軒演的那個角色，她在戲裡面演的叫月琴，那她就是我們客家女性的那些傳統角色，刻苦耐勞，對，觀眾也會常看到她，也就是這個形象這樣子。但是她在戲裡面的那個現實，她叫做美娟，美娟又是一個關懷流浪動物的一個蠻有大愛的一個蠻新女性的這樣的一個形象，這樣子，她其實還蠻看得開的，但是。反過來講，就是一個演員如果演很多那樣的角色，苦情的角色，是不是他某些性格也會更趨向那樣子呢？被影響，就是為什麼我一直都在這裡，一直都在苦情？對，我們有時候演員就是說我不要再演苦道了，或我不要一直搞笑。對，但是其實說不定你骨子裡還真有一部分就是這樣。對。我覺得其實剛剛燕玲導演說的，我覺得也有一點點在反映現況其實。在裡面有很多的，你剛剛在講，比如說像跟政府的抗爭228的那種感覺，還有一些演員本身的背景，是，
我们其实都跟现在社会的现况是有关系的，是想要反映现况。是的，是的，尤其是政治这一块，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跟政治有关，它不是说我们谁贪污了，或者是谁家房子被拆了，才叫政治的问题。其实政治就是大家一起要讨论的一个公约，就叫政治的问题。所以我们当然有一条线，就是徐浩翔演的一个线是大埔拆迁案，我们的确就是非常的确实的在讲这件事情。对，那我们只是要说客家族群，像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学校教育，所有的在客家家乡里面都教我，就是要尽量保守，不知道的不要讲，对，不要上了台北念书以后就去抗议哦，什么什么。但是时代已经在改变，很多东西就是大家就是要拿出来讲，拿出来讨论。所以这个戏没有要强烈的批判，它只是要告诉大家说，我们在不一样的年代，就是大家有什么样的事情应该要拿出来讨论，就应该要马上让他听见，这样子。没错，所以我觉得离开与重返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面向，不仅是自身，更是差异，还有一些认同的关系。对，所以我觉得虾妹剧团每次的展演都会很想跟大家讲出一些什么他们想告诉大家的，或者是想要让观众可以经过剧场有所反思的。是啊，对。那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其实也很感动，它叫做“不是我们在说客家话，是客家话在说我”。对，这句话我一开始不懂，我需要听燕玲老师的解释，我才可以对，所以我希望燕玲老师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比方说，我们可能只是在台北认识的朋友，但是我一跟他讲客家话，我们两个就会有一种好像真实面貌显露出来的感觉。可那个真实面貌，我后来在家里想了很久，那个感觉到底是什么？就发现说，我们其实以前在表演课里面在学我们在菜市场里面发生的事，我就发现我跟我妈妈一模一样。我的样子、我的表情都在学她，或学我的阿姨。然后我就发现说，用的乌天，用的炒的东西，马卡色的各种滋味，那种感觉就好像跟所有我的长辈生活在一起一样。所以我一讲客家话，就好像回到以前的现场，就大家都有童年嘛。它是一个钥匙的感觉。它是一个钥匙，它是一个密码。你就是一讲起来。就觉得你的舌头、你的味觉、你的发声的部位，其实都是别人给你的。你一讲起来，你就是不断的在模仿，或不断的沉浸在原来的那个乡愁里面。所以，如果我们再让它活灵活现的讲法，就是每次我们一讲方言、一讲客家话，其实我们都被讲出来了。都是他们在讲我们，不是我们在使用它。我觉得，但他反过来讲，它也是有积极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要再重新活化它，那我们就要好好认识它，好好珍惜它，好好用它，这样。没错，我觉得这用在所有的客家乡亲，大家应该都会有一样的感觉。当你身在一个客家非常完整的环境，你就会不自觉的讲出非常标准的客家话。他同阿公阿婆讲客家话，直接给客家话讲都是在含糊，对不对？然后呢，其实我觉得你们这一次的 DM 非常的有趣，它是一个铅笔在写一些文字，然后再转圈圈，让他稍微念一下。他写：我的嘴里有把客家话的钥匙，却推不开通往世界的舞台。我请了一个私家侦探跟踪我自己，他说我的味蕾是土楼的后墙，镜头下的油桐花持续失焦，心之隧道向往再次渡海。其实我都底部看到懂的很客家的东西，但是我有一点我有点好奇，为什么要刻意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比如说像是土楼、油桐花这些东西是你懂传统的客家英雄，但是我觉得这部戏目的不是想要让大家看到刻板的客家，对，跟专门该要文字会按一下，就是我们就是要对照这些所谓的集体的。刻板的或我们客家文化现在在台湾想要包装出来给大家呈现的这个表面，
跟我们每一个个体里面的内在到底差异有多大？就是我们承认了这个差异之后，也许我们才会比较愿意去拥抱。就是比方说像云火龙，它虽然是2004年被引进到台湾的，但我想10年之后，他们的孩子完全不会有这个问题，完全就觉得云火龙就是我家的传统。对，所以文化也可以移植，没有错。就是，可是你要怎么样去掌握？不能只盖一个空的土楼，不能只做一个客家大院，然后你的软体东西要更精实才对，或者是说，我们本来就是在一个岛国，我们的展望本来就要开向世界。对。那如果客家话把这个区域越来越小，你永远走不出这个舞台，世界的舞台。所以其实你的客家文化哦，可以不断的在更新，动态客家没有动态客家的文化，在经过不断的离开与重返，大家各自的检视，希望大家都有新的了解。鼓上面分享大家3月24号到3月26号来到剧场来看你的离开与重返。今天谢谢燕玲老师，谢谢，也谢谢佳琪，谢谢。神梦2位来到你节目现场，我们神梦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先休息一下，等下听运动欣赏。好好来做运动了。